又有棄養啦，每隔幾日就有隻狗被人棄養。今次係呢隻13歲嘅比熊，又乖又溫順嘅佢，叫做伯伯。佢個主人冇講任何原因，直接將佢帶到市政狗房棄養。可憐嘅佢完全唔知咩事就入咗狗倉。伯伯一直行嚟行去，坐立難安，似乎等緊熟悉嘅人翻嚟接翻佢。本團秉持宗旨救助精神，救出伯伯，帶佢返犬舍，好好照顧佢嘅餘生。如日後身體狀況穩定，會嘗試尋找合適嘅託管家庭，俾佢更多嘅溫暖。近年各種無理棄養個案越嚟越多，但唔係每一隻都咁幸運，可以重新揾到愛佢哋嘅家人。目前本團2所犬舍共收容160隻毛孩，當中絕大部分都係老弱病殘。每次拯救都需要你嘅一份力量，更係守護無數被遺棄生命嘅希望。請支持助養計劃，